在此謹代表我哋嘅文聯會，歡迎各位出席今天嘅學生作家培育計劃徵文比賽嘅頒獎禮。文聯會已經係連續5年舉辦呢個學生作家培育計劃。呢個項目涵蓋咗4個大嘅活動，包括有3場嘅創意工作坊、1場嘅作家培訓營、6團嘅文化走訪考察同埋學生作家嘅徵文比賽，以多元化嘅形式帶領我哋嘅同學走出課室，沉浸式學習嘅中文創意嘅樂趣。呢一屆嘅活動反應熱烈，只係徵文比賽已經吸引到165間嘅學校，超過1870多位同學踴躍投稿，能夠取得呢個嘅令人鼓舞嘅成果，全賴各位嘅校長、老師同埋家長同埋同學嘅熱烈支持。今年嘅徵文比賽，我哋分別以4個組別：勤勞、尊重、益者生友、見賢思齊為我哋嘅主題。呢啲題目、呢啲主題唔止係寫作嘅題目，亦都係希望我哋同學能從中華文化入邊領略人生嗰個價值。其實我都見到參與者咧嘅紮實嘅記事同埋強大嘅感染力。咁有同學咧就從真實嘅角度、個人嘅經歷去出發啦。咁緊扣勤勞呢個主題，然後咧就由最初學習呢個花式跳繩，俾繩子絆倒，好想放棄嘅過程入邊咧，寫到喺父母嘅鼓勵之下咧，就堅持繼續努力，最後咧贏得台上嘅掌聲，就好似頭先獲獎嘅同學咁樣贏得大家嘅掌聲。將來喺呢個人工智能嘅大時代，有幾種能力，我覺得係大家必須要掌握。其中一種咧就係講故事嘅能力，即係點樣將你嘅話語變成係有吸引力嘅，去吸引大家嘅注目，或者係令到人哋聽你講，咁繼續聽落去嘅。咁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技巧嚟。美好嘅文章睇落去咧，係啟發咗我，亦都係回味再三。剛才同學講嘅感受分享令我非常之感動。大家可以發現同學口才好，其實係源於寫得好。所以各位家長老師都做咗最重要嘅培訓工作，就係咧讓同學喺呢個寫作過程裡面沉澱個思考，同樣係以説話嘅能力去呈現、去表達、去打動更多人進入文字嘅世界。我希望我哋嘅同學們能夠保持呢種對文字嗰種熱愛同埋執着，讓眼睛去發掘我哋嘅生活入邊，我哋生活嘅地方係好非常之美麗。你哋透過心靈感受文化之心，將你哋透過你哋嘅思想，讓你哋嘅筆墨化作為一個好動人嘅篇章。呢場比賽絕對唔係一個寫作歷程嘅終點，而係一個新嘅發展。我哋大會同埋我哋嘅支持機構期盼大家能夠將所學融入咗日常生活裏邊，將個人嘅文化修養成為咗我哋嘅最珍貴嘅發展嘅價值。